你下来干什么？我以为你要自杀，我来救你啊！这么浅，怎么自杀？那你下来干嘛？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你觉得你很幽默吗？这个季节挖什么藕？哪儿来的藕？年轻人想一出是一出。哇哦，亏你想得出来。怎么样，没受伤吧？这样吧，你们跟我们回去做个笔录。但我上班就迟到了。你在哪儿上班啊？在幸福路的沙县面馆。那这样，等会儿啊，你们先跟我们回去做个笔录，然后我们送你们回去上班，好吧？走吧，来走吧。谢谢警察。这边请。哎，给我点话，这个瓶碎了，是谁的呀？谢谢。下次小心一点。你上次迟到是被人轰出来了，亚楠，他现在不住你那儿吗？你也把他赶走了？我能赶他吗，师傅？不是师傅，今天早上我晨跑的时候带着礼物晨跑，碰见一个男的，我以为他要自杀呢，我就见义勇为下去救了他。反正后来也很复杂，我还去了公安局，后来是他们把我送回来的，但还是迟到了。哦，见义勇为。不对，你去公安局带礼物干嘛？不，我是晨跑的时候带着礼物。你送谁的？它不是那个礼物，它叫礼物，就我养的那只小狗，它叫礼物。那狗呢？又带殡仪馆来了？狗放沙县面馆呢，让浑叔叔看着的。赶紧换衣服去吧。哎呀，行了，他一会儿不就接你来了吗？你着什么急呀？啊，你瞧你这个毛这乱的啊！来，对对，好。喂，你好，你哪位啊？罗大淼，你这个庸医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你害死了我爸，你想脱身没那么容易。我拼上我这条烂命，我不要了，我让你这辈子都当不了医生。你谁啊？我认识你吗？你张口就骂，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呀？神经病！谁呀？不知道，张口就骂。谢谢警察叔叔。哎，给我点话，谢谢阿姨。这个瓶碎了，是谁的呀？谢谢。下次小心一点。哎呀，楠姐，我是不是拿错电话了呀？你怎么一天到晚总拿错东西呢？赶紧给你自己手机打个电话。干嘛呢？干活。哎，好，来了，师傅。先别弄了，中午再弄吧。赶紧走。曹国华，65岁，死亡时间3天前，死亡原因空缺。他为什么要解剖？死者生前是一名肝癌晚期患者，在咱们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去世的。他儿子不认可主治医生最后的姑息治疗方案，要求赔偿，对方拒绝了，所以两边准备打官司。解剖结果关系到医疗责任的认定，也是法院判决的重要依据。医疗纠纷的法医鉴定工作，一头担着死者的人命，一头担着活人的饭碗，搞不好两败俱伤。行，那你忙吧，我去看一眼师傅。你找谁啊？哎，这是我们更衣室。你找谁呀？你麻烦你，请问一下你找谁？我是曹国华的儿子，今天法医要解剖我爸的尸体，我得看着。
是这样，这个遗体的解剖啊，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，家属在场未必能承受得了。再说了，法医的工作需要专注、安静，这个时候就不要去打扰他了。打扰？谁打扰谁呀？躺在那解剖台上的是我爸，你凭什么让我见我爸？不是不让你见，是等解剖完了之后。什么叫解剖完了之后？医院给你多少钱啊？让你就这么配合人家，在我爸遗体上做手脚？你能不能不胡说八道？医疗纠纷的解剖会有人全程录像的。那你告诉我解剖是在哪儿？我得亲眼看着他怎么解剖我爸，明白吗？解剖的事不归我们管，你要有要求去找我们领导提，这个我真帮不了你啊！你干什么？哎，你干什么？这是我家财产啊！不能这样！你再让我报警啊！报警！干什么你？你让人报警！干什么？哎呀，是报警是吧？行，咱们看看警察来了帮谁啊？都等着，给我等着！狗屁东西！那是否还报警吗？算了，干活吧。他们舌头怎么伸在外面啊？通常人死之前，随着心脏停跳，有些人会开始抽搐，呼吸也变得急促，下意识地张嘴伸舌头，大口呼吸，直至死亡。所以这种死者送来之后，就需要我们用巧劲儿把舌头给他塞进去。我做一遍，你看啊。首先要放松面部肌肉，按摩的力度要适中，然后慢慢打开下颚。捏住舌根，往里放。看明白了吗？没事，来，做一遍就明白了。别紧张，他是孤儿，临终前留了遗言，让咱们殡仪馆全权处理他的遗体。你放开手脚去干就行。放开手脚，也要注意分寸。往生者，不管以前是什么身份，我们处理遗体，都要一视同仁，不分高低贵贱。对。入殓跟生死一样，都是一瞬间的事情，要用心。